梁老师，怎么回事？梁学兵啊，我对你的私人生活一点都不清楚。不过这个事情你得给我解释一下，要不以后你怎么教书育人啊？邱主任，我跟慕容冰雨绝对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这都是报纸上乱写的。梁学兵，不光是空穴来风吧？啊？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还有课，先走。哎，野火，把人带过来。罗老师，怎么了？回去吧，这个球场我们班用了。罗老师，凡事也得有先来后到吧？这个什么先来后到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所有资源得有效利用，明白不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篮球场啊，归冠军班、高三一班用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来，不用再使劲练啊！冠军怎么都是我们的。不打球，机会出来就出来，出来都练。往内线吊，好球！我说你们几个意思啊？孟老师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我怎么了？哦，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呀，你们班这个篮球水平练与不练没多大区别，因为啊，怎么，莫老师在帮我们做篮球联赛的训练答辩吗？廖老师，你这突然出现打断了我的话呀。那我继续讲下去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班的这个篮球水平练与不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因为你们就是个垃圾班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记得好像上次是你们班输给我们班了。廖老师，哎，咱能不能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？孩子们回去告诉我，就为了点钱啊，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不过你觉得像篮球联赛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让他们放水吗？你们等着瞧，想赢我们高二班没那么容易。小伙子，有种就来参加篮球联赛。哎，这么的吧，咱们就把这个场施舍给他。好，咱们班这个水平，练与不练都是冠军，就是对不对？走了，就让这帮 loser 们好好练练。我们真的要参加篮球联赛？参加？干嘛不参加？我们不但要参加，而且还要拿冠军！玩笑归玩笑，比赛归比赛。梁老师，那你也看不上我。老师，你也太牛了吧！你到底是花了多少钱才把自己弄到头？哎，现在小报简直真的是乱写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好不好？不会吧？你不是说你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吗？这种事情怎么能随便跟别人乱讲呢？赖老师，你就吹牛吧，我们才不信。哎，老师，那个慕容冰雨本人长得好不好看呀？哎，他是不是整了呀？他长得跟你一样好。好了，我跟慕容冰雨的事情就此打住。接下来我宣布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在刚才，叶玉虎同学正式决定加入了学校篮球联赛。虽然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胜算，但是既然你决定了，我给予支持。廖老师，你不用这么瞧不起我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谁还在以前说什么团队啊什么的？